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透早，咱先赶紧来关心牵连散布武统言论的中国配偶文启甲小美，去互移民署取消移亲居留权，限期都要离境。昨昏暗时文启已经为上山机场搭飞行机离开，不过另外一个小美并无伫咧期限内离境。移民署强调讲，小美若是无按规定出境，会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18条依法执行强制出境。并配文启小美因为散布武统的言论，和移民署取消移亲居留权，照规定就要伫咧3月30日进行离境。另配文启30日下昼2点外到上山机场航空公司柜台报到，在暗时6点35分，被中国四川成都的班机离开台湾。移民署证实，张女已于本日晚间限令期限内出境，至于赵女则仍在境内未离开。移民署强调，公权力不容挑战。如果赵女未一线出境，将依《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18条的规定，依法执行强制出境作业。不过，另外一位同款涉及武统言论的小美是也未离境。内政部长刘世芳30日早起讲，其中一位刘佩较特殊，伊甲国台办的关系袂歹。后来我们发现到说，这位中配比较特殊，他跟台办的关系还不错，所以本来可能要预定离境呢，他可能有一些变数。因为小美无伫规定的期限内离境，已经算是有期居留，不过考虑强制出境也配合班机的时间。移民署按算今仔早起才会执行强制出境。针对最近执行几落件陆配离境的案件，内政部陆委会移民署等机关也研拟几落项对策，确保陆配会当顺利出境。小美若是有期居留，移民署可能伫今仔早起通知小美出席临时审查会，可以陈述意见的机会，做做处分了后才强制出境。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回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气象署针对北基桃发布大雨特报，受到东北风甲华南分河区向东边行驶的影响，桃园以北有的所在可能会落大雨。咱来看分图。目前的水气还是不良高，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中南部的山区，也佮有金门、马祖，拢会有局部的短暂雨。其他的所在甲偏乌拢是多云的天气，差不多爱较暗，整体水气才会较减少。那今仔日各地同款是早暗较凉凉的天气，日时北部甲东北部高温干那15度至16度，中部甲花莲是20度至21度，那南部甲台东有甲23度至27度，相对来讲温度会较舒适。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各地天气是拢寒湿湿。气象署预估，大概甲拜三过冷气团减弱，各地才会较好天。那清明的连假，北部甲东半部高温会甲20度，甲中南部高温是25度。北部天气单日，民众穿厚衫、夹雨伞出门。这款落雨的天气形态会维持到拜三。清明连假头一天4月初3，才会开始慢慢转雨。不过，家人东半部也是有机会落雨。礼拜3、礼拜4整个是水汽减少的过程，所以在礼拜3这一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还有一些局部降雨，而另外在西半部的山区也有一些零星下雨的状况。也那气温的部分，这几日啦，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各地天气冷叽叽。气象署预估，爱到拜三过后，大陆冷气团减弱，北部、东半部高温才会来到20度以上，中南部高温恢复25度以上。不过也是爱注意早晚温差可能会差到10度。礼拜3之后，在冷气团逐渐减弱的状况下，白天的高温就会逐日的回升。那在连假的前期，可以看到整个白天的天气会恢复到比较相对舒适的一个状况。气象署表示，清明连假天气上稳定的时间，伫咧4月初3到4月初4这2天。气象署建议民众，若是有要去陪梦，也是要出门，会当趁这2天，因为过来4月初5、4月初6，北部、东半部会恢复落雨的天气形态。记者戴阿轩、林旭凯台北报道。各位乡亲，首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清明4天连续假期就要到啊。交通部公路局预估，这一届的年假，大家出门会以陪梦甲旅游为主。高速公路甲各地风景区会出现车阵，尤其是苏花、南回甲台61线等等的6条路开较车。
苏花公路伫咧连假的头一天，可能会为透早一直塞到下晡。来看自由时报，台湾自来水公司预告，今仔日会甲水钱的检讨报告送去经济部。经济部处长赖建信昨昏表示，原则上除了互台水的财务体制较健全，嘛会考虑对民生的物价冲击，而且以稳定民生物价为优先。过来关心联合报，为着要消透妇女生囝了后的压力，卫福部拟定产后健康照护服务的方案，会提供生产了后做月内的人2届免费身心的评估，也佫有咨询来照顾心理，也佫有生理的健康。按算5月份会来实施，头一年会投入大票8000万，预估今年会有6万至8万的妇女受惠。咱继续来关心缅甸大地震救灾的情形。目前到当时已经超过黄金救援的72点钟啊，有超过2000人死亡，3900个人受伤。也若伫曼德勒伊一间饭店，有一个富人人跌伫下骹要60点钟，总算是去互救出来啊。然后另外一边嘛有好消息传出来，有救到另外一个细汉囡仔。Hello。缅甸首都奈比都一个调伫阿门土地下面的查甫人对镜头拍招呼，救援人员赶紧用公仔为伊送水来维持性命。给我的革命。这24岁查甫人，敢若是秘伫床架下面好运来闪过一劫。新加坡甲缅甸救援团队用规工的时间将伊才救出来。这查甫人互救出来了后，暂时目睭无度擘开，救援人员就得为伊检查身体状况。Kaya ni na amin za keto ke wala jono operation sa kare charging yaro jono nasalin na phit ba du pe mi ke di asau de no pe mi ke charging yaro jono 9:40kan shi phit ba sa phit bi de chin。缅甸中部礼拜发生瑞士规模8.2强的地震，瓦群地震中央曼德勒甲首都奈比都灾情真严重。救援人员正伫甲时间比赛，希望伫黄金72小时救出更加多民众。就伫个最后时刻，曼德勒一间饭店的富人人伫调调内底760点钟了后，好运互救出来。当地倒去的天空别踪，公务现场也传来好消息，阁有一个囡仔互救出来。待会儿怎么把这名孕妇能够安全平稳的送到地面？我们注意到现场也是搭建起了这样的一个绳索。也若稍前同一地点，救援人员伫贴甲山悬的废墟内底，利用吊挂方式抢救一个甲骹锯掉再救出来有身的妇人人。不过，伊转来到地面时，因为老血伤衰，已经不幸死亡。这场强烈地震已经知影至少夺走1700条人命，包含曼德勒市内的乌拉丁市，当时有600个血伤才伫上京考试。对地震了后，建筑物倒来，900名的血伤被外台，现已经知影至少80个血伤死亡。由当地一直有地震尾，民众真惊，拢沿雨伞跨伫街路上来避难。奈比都一间病院建筑物受到地震破坏，决定甲病房搬到户外，并且部署2台大型的医疗车来救治地震的伤者甲其他当病的病人。不过，伫缅甸40度的高温之下，病人甲患者拢真艰苦。Many homes has been destroyed, road and bridge damaged. Many children and family are still missing and traumatized. We need urgent assistance, especially for the children who often suffer the most in these kinds of situations.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缅甸这摆强烈地震灾情造成真侪原本生活条件就真无好的家庭面临更加严重的生存挑战，灾后生活甲医疗拢严重来欠缺，尤其是对儿童来讲冲击更加大。公视新闻张惠敏、郑元琴编译。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韩国发生有史以来上界严重的火烧山，至少造成26个人死亡。警方宣布已经有抓到一个嫌犯，怀疑讲就是伊咧陪梦的时阵，想要甲树尾烧烧咧，所以因为透风，就安尼规个导火，才会造成这场无法度挽回的灾难。南韩警方3日表示，已经逮捕一名56岁查甫人，伊小兄弟扫墓的时阵，无细地引起野火，而且无法度控制，将其尾造成南韩史上上严重、上致命的野火灾损。目前当咧一一查证，比对查甫人的犯行。韩联社报道，涉案的查甫人已经否认相关指控，官员指出，
东西区庆祥北道旗城郡，林地范围1.28万公里。迄当时查某人伫山内某一个所在扫墓，伊个查某囝讲，父亲想要用赖达烧掉祖坟顶的树枝，想要到火市去互风吹飞，引起森林野火。目前经知影毁掉大约4.8万公顷土地，估计4000栋的价值被毁，必须数万人撤离。 우리가 손을 대가 될 일도 아닙니다. 이게 왜 손대가 할 수 없어요. 잠잘 때 어째 뭐 이러니까요. 그게 제일 문제죠 뭐. 顶礼拜五，火势已经大范围控制，消防员2到拜六继续甲南山的几个小火场奋斗。迄当时引起国内要求当局面对这类的灾难，要有更较好的应对方式。 各有专家认为，气候变迁造成野火，这场火灾同时也将南韩人口危机、甲城乡差距问题甲烧出来。韩国是超高龄社会，出生率算是世界上低，农村地区人口不足，个大部分是年长者。 그러니까 컨테이너 이제 하우스가 15개 정도가 필요한 상황인데 제가 우리 관에 아까 이제 여쭤보니까 한 2달 정도 시간이 걸린다고 얘기를 하더라고요. 南韩大部分人口拢集中伫大都会区，尤其少年真侪家庭为着找找更较好的工作机会甲教育，搬去都市。不过乡下人口比例严重失衡，像安尼规模野火烧过来，大多数受害者拢是60、70岁，伫市区位无几个少年人的情况，年长者无能力也无气来救火，只会当目睭紧紧看着家园陷入火海。 公司新闻吴伟玲编译。美国总统川普一直咧推动罗西亚甲乌克兰停战，不过即马伊讲，普丁伤过拖沙的处理方式，何时感觉真生气，所以伊决定若甲罗西亚要招游的国家会扣重税。另外，川普讲伊有想要做第3任的总统，不过专家讲修改总统的任期都要修宪，应该是无啥可能。 美国总统川普第3日表示，伊对罗西亚总统普廷已经规划到火，因为普廷当地组织俄乌战争停火协议，伫拒绝顶礼拜协议停火30天的计划了后，普廷阁要求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应该落台这个字写入停火协议内底，互川普去甲讲普廷当地拖延停战的可能性，所以美国会对罗西亚的石油买主扣25%至50%的刺激关税。所讲的刺激关税，就是结合关税甲间接制裁，那是第3方国家地区甲去互美国制裁国家购买商品，哪这个国家地区甲美国做生意的时阵，美国原来会向因要求支付相关的关税，互人放掉要收刺激关税，还有伊朗。川普讲，伊伫3月初就写批予最高领袖哈米尼，要求伊朗爱甲美国就核协议展开谈判。川普警告，那是因拒绝，美国也无摆渡要攻击伊朗。 We're going to make a decision on secondary tariffs on Iran based on whether or not they're going to make a deal. If they're going to make a deal, then we're never going to put secondary tariffs on. مذاکره به طور مستقیم رد شده، اما مذاکره به طور غیر مستقیم همیشه ایران در اون رابطه بوده و الان هم آقا معظم رهبری تاکید فرمودن که مذاکره غیر مستقیم همچنان میتونه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除了自创刺激关税的名词以外，川普阁讲到，伊当地寻求第3个总统任期，而且唔是伫军选笑，伊阁讲有办法做会到。 只是即马讲这个话题也伤早，对这代志专家是讲，美国的修宪机制是相当天数，国会也是各州拢会当发起。啊，毋过考虑到目前共和党伫州甲国会协处修宪变更，美国总统的任期应该是做袂到。另外，川普下令要为4月初2开始实施对顶关税，外团有所讲的垃圾15国，包括台湾、日本、韩国、欧盟甲中国等，互人列入名单内。川普搁再进一步说明，包含的对象是所有的国家。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法国极右派政党国民联盟的头人马林勒庞，31去红判贪污有罪，5年未当参选公职。2027年，伊若要出来选总统，可能是真恶。 除非伊上诉有成功。判决的结果出来，极右派政党国民联盟的领导人马林勒庞行出法庭了，无回应记者的问题，因为5年未当参选公职是严重的挫败。Une seule discussion, une seule hésitation. En ce qui concerne la déclaration de culpabilité， 虽然马林勒庞民调拢一直赢对手，不过即马伊是无法度参选2027年的总统大选，除非选举进程上诉成功。C'est-à-dire en réalité de rendre mon appel inutile sur ce sujet pour m'empêcher de me présenter et d'être élu, dit-elle.
C'est donc une décision politique qui était en train d'être rendue. Il ne m'en fallait pas plus, j'avais compris. 嗰邊聯名一個包括馬玲勒龐在內27個人，和歐洲議會指控涉嫌加騙取370歐元的助理費判有罪。馬玲勒龐判4年，其中2年緩刑，另外2年掛電子解雇地處來服刑，一個10萬歐元的罰款。C'est dommage, parce qu'il aurait fallu un autre président, il aurait fallu le RN qui passe. Alors j'espère que Berdella il va passer. Je pense que c'est une bonne chose. Puisqu'elle a fait des bêtises. 馬玲勒龐講會上訴，不過時間可能會真久，因為檢察官要求的加執行5年內未當參選公職的禁令立刻生效，只有在選舉進程上訴成功，才會當解除未當參選的禁令。這件震撼性的判決可能會激發全世界因為司法影響政治的緊張情緒。政治分析家貝內代蒂就講，勒龐未使參選公職5年的禁令是法國政治重大改變點，一定會重做政治的情勢，尤其是右派。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今仔日國際上抑有啥物大代誌？帶各位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白宮今仔日指出，美國總統川普4月初2會佇白宮宣布伊的以國家為基礎對頂關稅的計劃。根據外國媒體報道，美國可能將原底擬定的對頂關稅改做對全球攏同款扣上懸20%的關稅。來看美國蘋果公司去予法國當局指控講，因透過運輸控制的工具 App 追蹤透明度，濫用佇咧行動應用程式廣告市場的大位。今仔日紅發1億5千萬的歐元，差不多是代票54億。這嘛是蘋果這項功能頭一屆去予反兩端的當地裁罰。以色列軍隊1禮拜前佫繼續攻擊加沙，而且會攻擊救護車。人道組織佇咧加沙的南部找到14具以上的遺體，其中有8具是醫護人員。以色列軍方並無承認講因的部隊向救護車開槍，就一日發聲明，敢若表示講因的部隊有向哈馬斯的車輛開槍，消滅幾下的哈馬斯的恐怖分子。繼續咱來看中國國台辦的網站有新開一個檢舉台獨的專欄，講會依法來追究。因為咱國內政部長劉世峰就互因寫佇內底，美國是佫一個發聲支持台灣，毋過嘛講台灣的國防預算應該愛佫提懸，上無愛甲美國共款佔 GDP 的3.4%。戰機、偵察機起飛，因應強軍的威脅，空軍3日宣布年度天龍操演圓滿落幕，配合聯合一級操演，順利完成戰術加戰機總驗收。羅總統進前宣布，國防預算目標佔 GDP 的3%。台灣軍費閣再成為美國關心的議題。美國國防顧問梅惠林指出，台灣的經濟可能無法度維持 GDP 10%的防禦支出，不過至少應該甲美國共款佔 GDP 3.4%。嘛講到台灣是希望美國佇衝突的時陣出手鬥相共，也因為安尼有可能甲中國發生重大戰爭的風險。另外，台灣確實需要為阻止戰爭做出更加多貢獻，在必要的時陣得到勝利。In any scenario involving Taiwan, the Chinese are hoping this is going to be a quick war. 3 to 4 weeks. To deter China from using force, especially over 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implement a denial strategy, the ability to deny China from achieving its goals through force. 梅惠林也提醒，目前中國當地打造一套既成事實的戰略，想要在台海危機發生的時陣，3至4禮拜內快速奪取台灣，使美軍未予介入。台灣應該發展會當阻擋中國登陸30天的能力。假設真的哪一天很不幸台海發生戰爭，台灣能夠靠自己能夠先撐過比較久的時間，這很關鍵，能夠爭取到更多的一個機會，有所謂的這個外援。30場的美日峰頂會談，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講，會確保美國在台海的阻擋能力。America is committed to sustaining robust, ready, and credible deterrence in the Indo-Pacific, including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Japan would be on the front lines of any contingency we might fac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and we stand together in support of each other. 關心台海情勢，針對中國國台辦官網台獨方向舉報專欄，互人舉報人員包括內政部長劉世峰等人，各講會依法追究責任。美國國務院嘛出聲挺台灣，面對北京挑釁的起抗的行為，美國會持續支持台灣。
记者综合报道。提醒观众朋友，无论是过路人或者是骑车、驶车，拢爱遵守交通的规则。伫高雄的中山二路、甲五福二路的路口，昨昏发生一件车祸。当事者这3个人是拢总是冲红灯，有一个骑倒摆的人先去弄到一个过路人，了后佫去弄到一个骑电动车的。这3个人是拢受伤送病院，不过这个过路人是不幸死亡。对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青蓝色外头的这台奥多摆速度真紧，已经红灯啊拢无动，就安尼直接弄到斑马线顶悬的用路人。尾后佫闪到边啊，这台嘛是冲红灯的微型电动车。第一时间，奥多摆佫倒退烧起来，赶到现场的警察是赶紧拍过，因为3个人拢有受伤，全部送去治疗。其中这位用路人31早起确定重伤不幸死亡。昨伫现场吼，这个行人吼，伊的倒脚是有脚断去安尼，互迄个119消防人员现场急救送去咱高雄医院做后续迄个急救行为吼，尾啊大概伫11:05分吼宣布死亡。警方调查，当时这位民众虽然有行斑马线，不过迄当阵也是红灯，3个人全部违规，分别照道交条例规定，罚300至6,000块不等的罚款。这个路口到31为止，已经发生19件交通事故，造成1人死亡，10人重伤。咱实际来到现场看，违规的现象也是袂少。用路人为着抢时间，无照斑马线行，嘛有奥多摆无想要开时间等越，直接骑起来人行道顶悬乌白软。最好是人行走都两边都可以走。四边都停起来，车子都进来，就要像那个高一样，是遵守而已啦，没有什么要领啦。你再怎么设也没有用啊，为什么？你不遵守都没有用啊。有民众建议这个路口的灯号爱改进，警方是表示，这个路口目前伫东边甲北边拢有设科技执法，不过就亲像民众所讲的同款，驶车甲行路的人拢爱守规矩，才会当减少意外发生。记者柯嘉如、柯昭阳、高雄场报道。为着要照顾同情短期照护的需求，劳动部推动一个计划，叫做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试办计划。原底是3月底就要来实施，不过有民间团体抗议讲，这义工看护一天24点钟就要3500，实在是伤贵。因那劳动部是回应讲，这会阁讨论，按算清明过就会正式来公告。为了满足急同情家庭的短期照护需求，劳动部推出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试办计划，伊阁互外界称之重点看护义工需有自费申请，不过遭到雇主协会批评，这样政策入意良心，也阁承办单位的收费计价循环，反倒更增加民众经济负担。现在最低的 range 3000，30天也就9万块了。那1个月真的有多少个家庭会支付得起这9万块吗？雇主协会指出，就以北区试办单位进行公布收费为例，一摆4点钟服务就要台票1250块，12点钟3000块，24点钟就要3500块。甲现行家庭看护工月级大约2万块，非法义工24点钟大约是1200块来比较。重点的看护义工重点会较悬，烦恼同情家庭可能因此更加歹请到家庭看护义工。钟点看护工的薪资既然远高于在家里 full time 的家庭看护工的时候，那你就会来抢走我们这些正在照顾重症失能家庭的现有的看护。我们正在做最后的前置和盘整作业，目前预计在春假后上路。劳动部强调，这是身心障碍重大伤病，也有3个月内有就医也是手术记录，符合请家庭看护义工资格，长期照护适龄等级2级到8级的，若有紧急、临时、短期照顾需求，就使自费来申请重点的看护义工。就已经核准北中南东区总共6间社福团体来试办，有个签名过了后，会正式来公告实施的时程甲收费标准。记者综合报道。伫儿童甲青少年时期受到性侵的受害者，根据澳洲的一个统计，一般来讲，因拢会心理甲生理受到伤害。等到因有法度出来指控的时阵，差不多都已经20年甚至是30年过啊，已经经过法律的追诉期。针对宪法法院受理性暴力犯罪追诉期，敢若定20年，这条敢是有违宪的。目前提出的释宪案已经有43个受害者出面来支持。其中有14个人提起司法的庭诉，呼吁宪法法庭赶紧释宪。嘛有立委提案修法，希望当保护受害者的权益。我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20年，
其实刚开始在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根本脑海中没有办法想到什么，因为那时候我被害的时候才不到14岁。儿童青少年时期受到性暴力的受害者出现伫记者会，想到伊受害了后，长期的惊吓，也有得到忧郁症，但到伊总算有勇气会当出来讨公道，法律的追诉期煞已经过啊。法务部的统计资料里面，近19年来，总共有1040位的一个性侵害被害者曾经提出这个告诉，但是却因为追诉期的问题遭到不起诉这样的一个处分。公民团体表示，根据澳洲的统计，受害者一般拢需要20年至30年的时间，才敢向外来求助。过时的法律煞假做阻碍，性暴力的受害者伫咧公民团体陪同之下，勇敢站出来面对社会大众。不要让法律的追诉期变成保护狼师的工具，让受害的孩子能够有一个追求正义的机会。相对来说，如果立法院更为积极的部分，应该是直接提出有关修法的部分来做相关的补正。我们认为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些方式。公民团体指出，目前拢总有43个儿少性暴力的受害者出面，其中有14个提起司法的庭事，希望伫咧申请释宪满1周年的时阵，宪法法院会当赶紧释宪，立委嘛会当提案修法，保障受害者的权益。公视新闻台北报道。去年每一班拢有牛奶通啉的这个政策实施1学期了后就冻点，即马台北市为4月初7开始要来个试班。国校啊，甲幼稚园的学生，只要摕所谓的身份，所谓的学生证，去指定的便利商店或者是大卖场，就会当领牛奶或者是豆奶。目前按算全国有15000间的店头会当来领。去年9月份，班班啉牛奶的政策实施，后续因为执行上有困难，1学期了后就喊停。台北市8日宣布，新生有青奶的政策正式启动。未来只要是台北市的国校啊、幼儿园学生，无分公私立，只要摕所谓的学生证，就通去4大超商，佮有专联美联社换青奶或者是豆奶。那可以领取的品项有28种，其中有13种是鲜乳。那有15种是我们的豆浆。那如果说这个礼拜他忘了兑换，因为我们是希望说每一个学生他都可以均衡的摄取到营养，所以我们不会累计到下一周。台北市教育局表示，未来学生会使去到全台超过1.5万间的门市换青奶，伊个通照顾到18.4万的学生，也无排除下学期继续扩大换的通路，佮有增加品项予学生选择。针对这个政策，家长表示，改用摕所谓学生证就通换，真方便，学生的选择也较多。要换的人再去换就好啊。哦。对啊，啊你家己有需要，你来去，你可以换牛奶，也可以换豆浆，选择变比较多啊。那有需要那去才不会有些小孩他们有没有不喝就丢在学校或乱塞，到最后就不见了。因为超商伊的设备拢做好诶，伊有冷藏室啊，也放的物件拢较新鲜，啊，这对食安的把关吼，我感觉较好。有国校的校长表示，因为进前的政策就算是分保救领，学校幼儿的烦恼保存的环境无够好，超商有专业的冷藏设备也较安心。另外，也因为所谓的学生证，通看到囡仔换牛奶的记录，后续学校追踪囡仔兑换的状况了后，也通参考记录，加鼓励无去领的学生，帮助政策发挥上大的力量。记者张家琪、谢桂玲台北报道。咱台湾是一个多语言的社会，台南市目前有推动双语政策，要求国中甲国校的老师，因都要用英语来上课，而且搁爱录影。这个消息出来是引起第一线老师的反弹。也那教育局是回应讲，这是鼓励，并无强制性，也那后续会搁再调整。老师用英语咧教活动式课程，国校今年的囡仔大家举手发表，课程看起来真深色。这款课时英语的教学认证计划，即阵伫台南市所有不少老师的反对。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讲，总统赖清德捌表明中央双语政策爱调整，不过强调学科爱用英语来上。不过台南市教育局由原咧设计划，要求老师上课爱录影，该分无共面上搭配英语，这学校嘛有认证达标的比例。若无达标的老师，就爱参加精灵课程。我是教艺术的，那我就会
比较 focus 在我的学科内容跟它本质，英语会放在需要做一个概念重整的时候。你伫咧上课时，讲一寡英语，这种英语是每一节课讲拢差不多，对囡仔英语其实无提升。工会讲，这看起来咧杀双语，不过其实是伤害教学的品质。更加重要的是，因认为这项政策压迫到原来学科，佮有本土语的教学时间。有学者是批评，这根本无相关的法源，嘛违反国家语言发展法，强烈建议教育局爱随废除。像英文这么强势的语言，它大部分在市场上的人力会被 AI 取代。你如果说今天广设英语，就好像是广设大学一样，是一个会复制这个错误。你这个非英语课程内面你学的时阵，伊是无专业的老师嚟教，无专业的老师教，敢会讲对你的这英语有帮助？阮的判断是，应该是愈教愈差。面对批评，教育局回应，计划实施适当，是好意要营造学生自然学英语的环境，并无强制学科爱用英语来上。高大专修2600位老师通过认证，双语教育资源中心有提供相关资源来协助老师教学。好像有些孩子会觉得，老师在上课中用一些课室英语的指导语来引导他们上课，他觉得这样子是蛮有趣。教育局强调，这项计划并无脱离教育的本质，不过教生会参学界是好育，市府得看好清楚现场教育欠的是啥物，唔通为着数据甲政绩伤害老师的教学空间。记者宋台南采访报道。目前咱台语语料库的计划，唔但有收集文学相关的作品，也佮有台语的杂志、甲小说等等。最近伫网络顶有不少民众加入训练 ChatGPT 学台语的语气甲用词开讲的计划，也佮有台语文学作家吴忠祥伊嘛提出一项计划，要叫大家做伙来参与台语语料库的这个计划，希望达成1000万字的目标，会当实现互 AI 写大本的理想。最近伫咧网络顶有愈来愈侪网友在试用 ChatGPT 要可以用台语对答，但即马就来试看卖。ChatGPT 应讲伊会晓讲台语，毋过实际上伊的台语比例无介悬，嘛显示台语对答的品质无够稳定。为着要收集愈侪文本来训练台语 AI， 民间登记驻心伫资讯技术应用的 IMA 协会，带头发动台湾通识计划，台语作家吴忠祥嘛参与在内，伫网络顶靠真侪台语文学的作家，同齐收款台语文学作品来建立资料库，互 AI 学台语。恁写迄论文啊，拢足大本嘛吼。一本拢20-30万字，伊遐就是拢有思考性的文字。这种思考性的文字嘛是真好，真做迄个 AI 教材。咱咧训练 AI 迄个语料，过去较早来讲，较少迄种较感情的迄个结构嘛。所以你用小说来讲，你就互 AI 去会使去学习迄个感情的结构。这毋是文字啊，尔是文以载道。文字内底咱有。特别，咱每个国家、每个地方，咱想的代志是无共款的，毋是讲一定是你翻译过来就好。吴忠祥表示，只要有完整的一段文字，拢真适合摕来做资料。目前愿意支持计划的台语文作者已经超过10人，尚无累积300万字，希望招各界做伙来达成1000万字的目标。另外，登记关心语言复习嘛投入 AI 应用的学者廖元富表示，除了训练 AI 学台语，嘛希望未来 AI 通用伫咧教学，也是互学生在课后练习台语的听讲读写。老师去像讲出作业啊，出考卷啊，或者是考试啊，那也在做者台语的技能哈。就在学生去练习啦，练习台语听说读写拢会在练习班。台湾通识计划的发起单位 IMA 表示，这个计划是建立伫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的精神基础，目前先对台语开始做资料库，嘛希望其他国家语言、客语、原住民语等等未来拢有机会通加入。记者卢尚珠、林晓凯台北报道。电风上头，咱要继续来关心，去年4月初3的时阵，花莲发生大地震，迄当阵灾情是不了严重，县府有开一个重大灾害民间救灾捐款的专户，统计起来有收到7亿9千万的善款，目前还阁有4亿2千万还未分配甲运用。不过，即嘛有风声讲，这个善款委员会根本就真罕咧开会，这个消息一个出来是受到众人的批评。
0403大地震了后，花莲有达到92栋红单、90栋的黄单建筑，大约有2000多户受灾户到达，也咧等待中间也是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也毋过受灾户相关补助费用拢还未拨付，即马佫表出计善款要4亿。那县府一直在说，善款不够，我们没有办法资助，然后经过了1年以后才发现，哇，善款还剩接近4亿。另外，善款委员会到达开会次数就有3摆，真侪受灾户拢在等相关补助。若无开会，安怎解决受灾户需求？善款委员会敢是适能引起关注。0403是全世界都知道的灾难，你就应该要加开临时会，你才能够真正的回应民众的需求嘛。那但是到现在1年过去了，确实在很多的委员会都是说，你1年只要开2次定期会就可以。根据花莲县府的资料，控诉控3县府无着的善款大约7.9亿，伫考虑相关重大公共建设收获、主体财损、跳到规楼顶经费了后，全款也有4.2亿。县府强调，村内善款一定会用伫灾民身上。账上的余额不是我们放着不用，而是要更加谨慎来用，可以以先争取中央各项补助为优先。但是运用的计划跟项目还要看具体的需求来做运用。面对县府的解释，受灾户并无法度接受，强调控诉控3善款都要用伫控诉控3受灾户身上，那用伫别所在根本违背捐款金关注对象。这不是0403的捐款账户吗？为什么还会考虑到将来的天灾？另外，受灾户也强调，善款委员会成员竟然无达至灾民甲民意代表，感谢会当甲受灾户同感，引起质疑。县府表示，只要受灾户有意见，拢会当提出需求，由相关局处处理，并未影响受灾户的权益。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拄则看到的是花莲，也那另外一站伫台南的南西，年初发生大地震，到当也有灾民住伫咧安置所。即嘛有教会甲公所合作，甲遮的民众饲鸡、种菜、做芳、做鸡卵糕来卖，希望会当帮助因的生活。工作人员斗犁田，搁斗压肥。未来这个地是要互南西地震灾民种田。基督教挂菜种花甲南西区公所合作，甲南水分宿宿舍规划做种田、饲鸡甲学做芳的所在，提供工作机会，帮助有意愿的时代或者是经济弱势的居民。咁要教阮种菜，啊嘛做爱心嘛，伊安尼甲我拍鼓泡一个泡一个8、3个，啊嘛安施肥，啊嘛用个帆布安尼了，啊搭袂发臭。可以帮助这里的灾民啊，就是可以让这里的灾民也有一些收入啊。是以工代赈，其实透过我们现在目前的产业，希望能够让需要者他用他自己的参与，然后产生他自己的智力，然后获得到该有的尊荣，而且自己赚到了人工钱。用自然农业模式生产鸡卵、菜色甲芳，创造工作机会来帮助居民振兴家庭。后续阁会当透过挂菜种花、平台销售，互灾民会当得到经济来源，为接受帮助转做自立生活。这些灾民在重建之余，也能够互相提携、互相慰藉，然后一起走过这重建之路。那现在的灾民一些心灵上的慰藉的课程，还有一些像这种食农教育，让这些灾民在生活上不会感到无助。根据公所统计，目前住入去南水分宿宿舍计共有39户就摆的灾民，其中大约7成是经济弱势家庭，一个人大的时代甲新兴障碍者，透过以工课带动振兴的计划，提升灾后重建复原，互居民会当赶紧恢复正常生活。公视新闻综合报道。伫高雄凤山有一间便利商店，因为因门口的人行道是红木头空的，民众抓准讲这就是这间店的停车场。阁是3月份，就去予警察开100多张违规停车的罚单。干部局讲边仔已经有采禁止停车的告示牌啊，请民众都要注意，唔通阁违规。超商门口停几排奥多摆，佮看后壁迄块阿毛头顶管嘛，共款线线有车停入来。凤山宝兴路甲凤顶路一间超商头前，用阿毛头空的其实是人行道。虽望4颗连灯的路顶管拢有踩一块小小的禁止停车告示牌，超商也伫开卡顶面大告示提醒民众，民众也是将车当作停车场，罚单也对你来。警方讲，今仔3月份就开出123张的红单。我们通常那边过来上国道前都会停这里，然后买东西这样。那你今天才知道说这边不能停车吗？对你没有指给我看，我也不太会注意。人行道违规停车，
警方依据《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第56条第1项第1款，取缔告发123件，处新台币600至1200元。民众这期人行道不是空庄的，佮拄啊好伫超商头前，若不是在地人，10个之外10个会停，无怪遐济人去互开单。啊，若共一条路其他店家嘛反映，因店门口则是倒球道路，共款禁止停车，警察嘛接来开单，互因真困扰。干务局解说，红顶路则是属于都市计划地带，即卖是当作人行道使用，照规定都是袂当停车。铺面原为连锁砖，因局部铺面受车辆压损并多次修缮，故于112年改以更为平整、耐久、施工迅速、易维护的 PC 刷码材质整平铺面。我认为安尼是无道理的啦，是无道理。只是讲伊就规定安尼，规定咱就爱照伊的规定，照伊的规定确实造成所有的店家都无方便。人行道改用阿妈头空的，造成民众误解，甚至吃罚单。敢有改善的空间？干务局强调，后续因会来调整故事的位置，提醒民众爱注意，避免违规。记者柯家族赵雄、高雄昌报道。来关心，伫台中的和平有一只乌黑马囝，无细日去踏着山底条，原地是已经救起来，嘛有手术啦，想袂到过两天煞熊死亡，详细原因还要调查。另外，伫花莲岛溪嘛有发现一只乌熊去中着陷阱。边啊，阁有对一只乌熊仔囝，这两只熊目前是拢先送去野生动物保育单位照顾啊。林业署的人员来到溪沟啊，看到受困的乌熊，遂开始救援。台中市和平区乌石溪一大山崖，日白发现有一只乌熊仔囝掉伫咧特色内底。林业署甲兽医29顺利救援，发现伊倒边头前的骹受特色压迫整起来，检查了后送去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急救站。当时熊仔囝的生命状况稳定，验讲30顶部传出死亡的信息，原因不明。救援的现场，看到的它是。活力是正常的。那到救援到集集野生动物急救站的时候，那时候状况也是良好的。林业署台中分署表示，受困的熊仔囝19公斤左右，应该是拄出事，不确定熊某敢是也伫咧附近。目前熊仔囝的遗体已经送去兽医研究所，会量早安排解剖，厘清死因。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死掉了，就会同他们兽医研究所的专家来解剖厘清。到底是什么原因发生？花莲也出现台湾乌熊的卡热，林业署花莲分署日接到通报，伫咧花莲县倒溪乡山崖发现一只58公斤的熊猫，倒边头前的脚同款因为特色啊整起来。3月30日，搁伫咧当地诱捕到一只11.5公斤的熊仔囝，身躯无外伤，也搁身材较薄板，两只乌熊拢送去亚湾野生动物保育协会治疗观察。这2只熊，它们是不是母子熊？目前我们现在也在密切的了解，然后同时也在做一些后续的一个检查和查询当中。林业署表示，2只乌熊敢是母仔囝也会较认，也过乌熊族群渐渐扩大，接近人类生活的区域。呼吁民众若有发现乌熊，会当主动通报；若有拍照的需求，会当申请改良性的蜡具，避免无细里抓到乌熊。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看纽西兰的自然生态是真丰富。不过，外来种的问题，因嘛是头壳摸咧烧。即马当地政府应用高科技、人工智慧、影像辨识的方式，也有派无人机来斗相共，希望伫咧2050年进前，会当解决鸟鼠等等外来种的问题。伫纽西兰南岛这个乌麻麻海岸边的山顶，配备着热感冷气。甲也是摄影机的无人机伫咧天顶飞，无久这个天眼装置就伫咧树机的顶头发现目标，掠食者地雕，又搁被叫做负鼠，因为入侵鸟仔兽、食鸟卵甲鸟仔囝，造成本土鸟类生存危机。有一寡鸟仔强要绝种，所以轻度地雕是甲时间伫咧比赛，有科技斗相共，效率会更加好。The next stages for us are involving some sort of AI software into these and automated detection and automated flying or The technology is just changing all the time. 纽西兰的风景真水，为了要保护原生物种永续平衡，当局设定2050年，甲鸟鼠、白鼬甲地雕3大外来掠食者清零的目标。10几年来效果袂歹，伫咧东南部的奥塔哥半岛，2018年到今已经消灭24000只地雕，剩最后6只左右。不过要伫野地猎人，袂输敢若伫咧大海河尖，这么看甲用电脑模型模拟定位，成功率增加。
伫科学内面设792个高科技的限制，放一种地条若看到就忍袂住要挖来食，实际敢若没来做是要甲因食。This is our most modern version of the automatic trap. The magic happens in this camera here, which takes a photo of whatever interacts with the trap, and I can access that at home on my laptop and see what's in the area. It automatically lures itself and will hopefully bring something into the trap and get caught. 到火结案内面2个岛已经完全清除外来掠食者，罕有的放管徛河，免过烦恼2会互人偷食。北濒危的海狗如果出现伫咧游客面头前，也正罕见看到敢若变海猪。We're seeing the biodiversity recovery happening really quickly. We're seeing more bird life, we're seeing more flourishing vegetation. And that leads us to other questions of, well, is that helping us with other issues such as carbon storage? 这项运动伫纽西兰全国引起大家注意甲觉醒。计划的主任汤普金斯讲，怎么正伫咧研究轻度掠食者了野生环境的修复，新年是要增加是毋是当杜绝大气内面更较多二氧化碳，减轻全球暖化影响。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辑。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6度；中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0度；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9度至20度。这2天早暗温差还是较大，民众出门都要记得穿好少。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